各位电视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喜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福喜來一路以來同大家來分享咁多好食嘅東西。今日咪愛同大家來分享一個好食嘅東西。唔過大家可能未對呢種東西當熟悉哦。先同大家來分享一間店名，叫做按到半吊子廚房。有知道當奇怪嘅名嘅冇？冇相關，等下再來問頭家做乜嘅家就會按呢隻名哦。細細嘅家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有請到位來賓係按半吊子廚房嘅頭家陳冠生分享。大家好，我係半吊子廚房嘅頭家陳冠生。今日當歡喜做到呢度福喜來咧，讓大家分享我嘅創業故事，希望大家。好，分享阿生來到節目當中哦，謝謝歡迎你來。謝謝。就像我一開始講到嘅，要在半吊子廚房。哦，要這樣談起來不是很好聽呢。就是對。怎麼感覺半桶水的感覺？對，那這個就是因為主要是我們也不是說真的是相關的科系出身的，所以我們就是算是半吊子啊。對，那因為我太太她就是從小有一個烘焙夢。對，然後但是因為當時媽媽就是說希望她可以坐辦公室啦，所以就是她放棄了這一個。那真的當了上班族大概5年多的時間，她又覺得說她還是想要追夢。對，那時候我也已經也工作一段時間了，所以我們就想說那就試試看。那真的會有這個機緣是在2017的大年初5，然後一個朋友他說，好無聊過年，那要不要來去辦一個流浪動物的義賣啊？因為我老婆很喜歡小貓小狗，所以我們就到新竹青青草原辦了一個義賣。那一天的成績還不錯，然後銷售的狀況也很好。然後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想說，不然弄一個粉專 ，FB 的粉專，然後叫什麼嘞？對，然後那時候想說，哇，那叫什麼？然後我想說，因為我們那時候都有正職工作。這個東西應該做不久，所以我就想說，他就是做事又是3分鐘熱度，所以我想說，不然就叫半吊子。怎麼？你不要，你不用根本一毛酬都只損紅，然後就開始損他、虧他。沒有啊，就是對，那時候就是有點半開玩笑、自嘲式的，對，然後。所以叫半吊子。那廚房的原因是因為說，就是因為他一下想要做甜食，一下想要做鹹食，所以我想說廚房就是這兩個東西都可以做。那對，所以就是叫半吊子廚房。那雖然說是叫這個名字，但是我們就是也是期許自己可以做出不半吊子的甜點出來給大家。其實我先前按用講吼，開玩笑嘅啦，從阿生本大家嘅感覺就會有一種年輕人散發出來的氣息，很敢衝的氣息。然後也把你自家嘅按用嘅想法，不用到亞到嘅產品底度，然後現在其實已經全職在做半吊子廚房了。對。但是非常本大家知道。都冇上心嘅事情，係見下到兩公婆都辭退本身嘅條路，本娘韓國也阿生見下到本單嘅工作都係大家當險險嘅工作，大家都覺得天哪，你們怎麼會做這種事情？因為老本單嘅工作就按用辭退，然後兩夫妻毅然決然的決定來做這樣子，就是半吊子廚房就可以啊的甜點店。雖然他現在沒一點，對，也要特別講一下，其實他沒正經有一點店面，沒有，這是線上這樣子。對，鼓手就會用引下去預定，對，接單，對，然後接單之後幫客人做，然後再出貨這樣子。對，現在是還用這個方式做呈現這樣子。對，然後你講到2017年嗰陣時係人的 hit 嘅時間點，對，2017年開始，然後發現義賣有這個蠻好的成果，藝術的分享，韓國就有一點像是兼職的方式。對，前面就是兼職，從2017開始，然後兼職了2年多，到2019的時候，其實，因為
当初是因为觉得说这个收入其实是蛮不稳定，所以我们用兼职的方式去做。但是因为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订单一直来，还蛮辛苦的吧？对，因为平常是做事做到按不头，已经没体力嘞，很会做甜点。对，然后就是很长，就是下班回到家7点吃个晚餐，然后开始做，一直做到凌晨1、2点。天哪，对，好累哦，很累。然后那时候就是会有一点觉得很充实，可是会觉得说啊，大家就下班回家就是放松追剧，然后我们一直这么忙，然后会有一点不知道为何努力这样子，然后可是同时又觉得做了2年多，这个品牌对我们2个人来说，就是算是我们辛苦的一个结晶，有点像我们小孩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想说，那要保留它还是放弃它，其实都很难抉择，所以我们就开始讨论，然后那时候就是讨论了应该超过半年，然后最后就是毅然决然就把工作辞掉，然后专心经营。先前做甜点呢，都会给补牛，都是你太太。对，那我们先辞职的，先辞条路的给黑吉，就是因为他平常在做甜点是他没有错，但是他比较没有勇气啊。对，老实说，就是因为毕竟就是他原本在银行上班，所以其实收入也还 OK。对，然后但是他就是每次礼拜天晚上要收假的时候都会失眠。定期都会失眠，然后我就想说，那不然心理压力对，然后他不想要上班，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就是我们也做了2年，然后我们也一直保有热情，那只是我们很可惜没有办法全职做，那不如我们就是给自己一段时间试试看，对，然后到现在就是订单越来越多，因为前期都是他负责做，然后我就是在旁边就是备料啊、洗碗这些。比较算是打杂类的工作，对，然后我就在旁边观察他做这样子，然后订单越来越多，所以那个分量越来越大，所以他操作起来其实没有那么好操作这样子，他就问我说，还是你要来试试看？哦，对，然后我就说好，我来试试看。然后我在做的时候，他就说你怎么会？然后我就说拜托，已经做2年多，我在旁边看，我看久我也大概会。有施工有音整哦，没有半吊子哦，真的有音整。有在看啊，有在看，对，所以就是现在吃到甜点几乎都是我做的这样。哇，对，很不容易耶，2、3年就按用热天吃太笨蛋，还懵懵的这条路，这样师傅看人有人讲嘛，该冇，就是觉得。通常家人都会担心。有啦，其实因为我当时是交大电信所毕业，然后毕业之后就是哇，没有，就是去园区上班啦。对，然后其实大家的薪水起薪说真的也都很高，因为脸书上面也很常看到说啊，工程师年薪多少，对，但是因为工时太长了，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喜欢，然后再加上就是做体检，我那时候研究所毕业做体检，肝指数就爆了，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想说，那我自己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我自己往后可能因为工作的人生大概也有20-30年，那我自己也想要想一个我可以有成就感的一个工作这样子，然后刚好搭上说就是我们有做兼职甜点这件事情，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是一个时间点没错，然后就先辞职。我真嘅本日就重赏鼓励，我真見當皮膚家到嘅憧憬，韓國決心，韓國家到做嘢就幾天以後，韓做的一切堅定的向前行，韓國到日下經營到係默默嘅成績，見來見到人有認識人到嘅店名，錯冇？對，認識人到嘅品牌，對，加油，繼續努力，年輕人的創業。好，嗰首講嘅案度，上來也係一間樣板嘅店名咯，樣板嘅品牌，因為很神秘，還沒有店面。家到其實係賣呀甜點店。那今日節目當中，沒有來同大家來分享家到嘅招牌哦，它是一個叫做雪球餅乾的甜點。而且這個雪球餅乾可能大家啲都會同接看到，有原味的，有巧克力的，都蠻常見的。我們今日要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在 Kelmy， 來，我們請阿生跟大家來介紹一下是什麼奇怪的口味。就是我們的口味是鹹蛋，鹹蛋它比較特別，就是它的油脂比較豐富，
所以它在烘烤的时候呢，烘烤方式要做改良。那我们是用低温长时间的制作方式去让它慢慢熟成，这样子。有，我吃到不一样了，因为外面的雪球一般生起来讲，咬下去它是会比较硬的，对，会有一个口感。虽然是松，就是一样都是松松的结构在里面，啊，不过咬下去个时间会吃到很硬的，啊，不过哎，刚刚咬呀，我刚刚就是吓了一跳，想说怎么这么松软的感觉？对，它是入口即化，它是真的入口即化，就真的是雪球哎，就是咬下去会不会都两个椎度崩解？对，它会整个疏松散开这样子。而且加的含个乱网落去。好传统的口感没有啦，但是吃起来很好吃，就是你完全不会吃到打皮，就像是，其实有时候我蛮喜欢吃咸蛋口味的东西，像是方块酥什么我都蛮喜欢的。阿姆公也吃塞亚的咸蛋雪球，我不会觉得它是一个这么传统的甜点，然后甜度也不会很高，对，传统的雪球也是蛮甜的，对。呀，就会牙的，其实你们做蛮多改良的。对，会跟传统的制成配方其实都有做调整这样子。对，那其实它一开始的配方不是这样子，是因为不是我在做，那我就是负责在旁边打杂的嘛。那他真的就是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我觉得就是应该要把它做一些改良，然后我觉得应该它可以更好。那我就是发挥就是工程师的那个实验精神，我就去调整几个变音这样子，对，然后就是调整可能 A 变音调整一下，然后看看效果，然后 B 变音调整一下，看看效果，然后最后才确定好配方是这样。哇，古手没发挥呀，得有去家给转压哦，然后把这个实验的精神不用都做甜点底度，做出按钮又好吃，还够口感冇穷用，但是完全不会觉得冲突，按钮给创新的甜点咸蛋雪球，还有韩烤豆内容，我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下，等下再个转来。好，欢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半吊子廚房家的作為點心。剛剛我說的這個含卵口味嘅雪球餅乾，哇，真嘅係有些些顛覆我嘅想法，唔單像米西，你看到按用含卵，其實也係一類重口味的一個食材，但是你把它放在這個甜點雪球裡面，完全唔會食到嗰種。出手出響嘅米西，尤其是就是鹹蛋，有時候它的鹹腥味有重，會比較重。對。但是你愛食到你嘅要這樣鹹蛋雪球，愛完全沒有按用嘅感覺。這表示你很認真在挑選你的鹹蛋。對，因為其實前面我們都是去市場自己挑，但是因為鹹蛋它的製成方式的關係，所以它有時候你就是每次打開就有點像驚喜包。都不一樣，沒錯。對，它有時候裡面會油脂很豐富，然後有時候油脂沒那麼豐富，甚至顏色也不一樣。對，但是外表看不太出來。對，那有時候可能是我敲開，它裡面有水的、爛的，那就可能就不能用這樣子。對，那因為後來就是訂單的量越來越多，所以我們就開始想說，哇，這樣子就是每天去市場，其實也花蠻多時間，而且我們說實在也不太會挑，所以我們就是去找。優質的廠商這樣子，然後願意幫我們配送這樣，後來有找到一個品質比較穩定的蛋行，他願意幫我們就是送鹹蛋過來這樣子。對，但是鹹蛋它的處理會比較麻煩，就是因為我們要一顆一顆把它敲開，然後把它剝出來。那因為鹹蛋它裡面會有一個核，那個核我們必須就是再另外取出來，另外做處理。不然你可能吃到，對，它太硬，然後它如果沒有處理的話，它可能烤過之後你咬下去，它就是一個硬硬的口感，它會有腥味在，所以要把它做處理這樣子。原來係按呢，
莫看一粒将按用太甜的雪球饼干，竟然将处理啊，色彩就发的按到时间，按到心思去处理你，就会味道会本呀，你还得跟银行吃到厚色的这样子的雪球饼干，对不对？所以其实是很费时、很花精神的。那单枪按用汉乱给 Kelmi， 其实还有其他的口味，然后是在去年的这个活动推出的，对不对？对，因为我们去年有受邀到巨城新竹的巨城去做快闪活动这样子，然后我们在他第2次邀请我们去周年庆的快闪活动，我们就推出新口味，一个是海盐焦糖口味，另外一个是花生口味。那海盐焦糖的话，它就是里面面团里面有拌入焦糖丁，那焦糖丁在受热之后，它会让面团的口感变得比较硬脆一点、酥脆一点。那它里面比较特别是我们加胡桃进去。对，那胡桃比核桃还要贵。对，胡桃比较贵，对。然后另外一个是花生酱，就是因为新竹有名的是福源的花生酱，对。那我们就是用福源的花生酱跟花生粒下去做这样子，所以它其实味道也会蛮浓郁的这样子。好好吃，我刚刚说嘞，我觉得你的雪球有点真的是颠覆我闲浅对于雪球的印象。闲浅，我其实也有做过雪球饼干，当然是做好玩的。做个时间，我自己的认知是雪球会叫雪球，会因为 no 不会有一层啪啪的糖霜，对，那就是看起来像雪球，但是你的雪球是不止我没有穷，咬起来没穷，像是咸蛋跟花生的，对，你咬起来就是特别松软，对。是因为它里面加了油脂的关系，对，因为咸蛋跟花生酱，因为它的花生酱也是油脂比较丰富，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必须拉低温，因为如果很高温的话，它外表会很快就上色，会熟会焦，但是里面吃起来会有生粉味。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拉低温长时间，所以它烘烤的时间会比一般雪球多大概2倍的时间。难怪。对。然后刚刚讲的那个海盐焦糖，刚刚共低度不用了胡桃，胡桃不仅仅是成本比较贵了，对，其实感觉米西没不会哈厚不一样，对。核桃它的那个核桃的味道比较重一点，不用胡桃给发，还会有这个坚果类的口感，不够香米又冇嘛该香油。对，没错。好仔细哦，我觉得你们做甜点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按简单细料给饼干而已。那你们就花了这么多心思，然后这一次这2个口味是在巨城这次快闪的活动推出。对。那时候其实除了咸蛋大家就是反应都很好以外，就是这2个新口味大家其实也觉得很好吃。甚至有些人反而还比较喜欢海盐焦糖，因为它会比较有口感，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喜欢入口即化的口感这样子。对，然后之前有一个客人来买，然后他就说那有推荐什么口味吗？因为他就是慕名就是要买咸蛋，然后我就跟他说海盐焦糖跟花生，然后我就跟他形容完之后，他说他先买海盐焦糖，花生之后再试试看。然后他吃完之后，他就说他反而比较喜欢海盐焦糖。对，可能是因为口感的关系这样子。刚好因为不同的口味，某种用给做法，提供的2种某种用给口感不一样的口感，不同喜欢的客群这样子。对，然后咸蛋就是你们目前最主力在推的招牌商品。对。听说有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对，因为就是虽然说我们现在是线上的甜点都要采预约，但是越来越因为也经营3年，然后所以越来越多人知道我们。那有时候其实因为预约的话，我们就是比较好控制嘛，量啊、成本什么的。对，然后可能人家什么时候要来取货，这些我们都可以先安排好。但最近开始越来越多人就是直接跑过来店门口，然后我们想说就是不是就是说好下午才来吗？然后就问他说，请问你是谁？这样子，因为我们要核对他的订单，然后他就说没有，他就是他在网络上面看到，然后他想要买，就直接冲过来，然后我们就说现场没有，不好意思这样。
然后甚至是有客人是从外县市过来，然后所以我们是想说以后就是希望今年可以有一个小小间的门市，然后给大家就是可以现场买一些甜点回去这样子。哇，对，就是自己设的一个小目标这样。很厉害。那其实都要1、2年做餐饮业的人都很辛苦，对，因为疫情的关系。家都没空用，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去参加了这个快闪活动。快闪活动是不是其实算是帮你们曝光了蛮多啊？对，因为我刚刚说就是我们去年有2场。第一场是在7月中的时候，那时候蛮特别的哦，因为5月的时候疫情爆发，那7月中的时候那一个礼拜刚好是降2级的第1周，所以其实大家还很怕到很多人的地方。那我们那时候就是马上调整，我就是想说，那我就准备很多试吃，因为大家不知道我们在卖什么，然后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还不认识咸蛋雪球这种东西。对，那所以我就是做试吃，就是给客人经过的客人，如果他就是有多驻足一下，我们就请他吃，请他带回去吃这样子。对，然后他们就是吃完之后，过几天都回购，就是回购率其实算蛮高的。而且你们的试吃是非常仔细的，加到还做一类小包装。你加到工作室这么多少？你听听吗？你们工作室才3个人而已，不是吗？对，就是我跟我老婆还有我小妹这样子。然后你要有做给1包1包给试吃包，大家知道做那个有多辛苦吗？就是会花，其实光做试吃包会花蛮多时间的。我们那时候巨城都是早上7点开炉烤，然后因为它还当天烤哦。没有，当天就是准备，就是如果说下午卖完，我们就是要赶快补过去。补上去。对，那如果早上的话，因为它那个准备时间很长，所以我们就是前一天烤好，然后7点开始烤嘛，然后因为它10点开幕，10点我们就是要送过去，然后到下午，然后再可能如果缺的话，他就是现场人员会跟我们说，我们就赶快再补第2批。对，所以早上7点开始做，那一段时间都会下班，应该都是11、2点。哇，对，所以工时会比较长，但是因为实体可以跟客人面对面，所以可以看到在第2次快闪的时候，其实疫情没那么严重。那蛮多客人就是当场拆开来吃，然后也就是会哇，这个东西很特别，然后我们会看到一些正面的回馈和鼓励，然后这个是我们就是在线上比较没有感受过温暖，没有感受过温暖，对，就是会人与人是真的互动的温度啦。对，然后甚至是说有些人经过说，就是因为我们摊位上面会写半吊子厨房，然后很多人经过他就会说。就是他嘴巴会念说半吊子厨房，然后问号，然后我们就会说要不要试吃看看这样子。对他如果愿意吃的话，我们就觉得说其实是算是一个推广的，对，算是一个推广的机会。所以这2次的活动，其实对我们来说。也增加我们的品牌曝光，也对我们就是自己也觉得自己在做的事情是一个很增加自己的认同感，有被鼓励到的感觉。对，就觉得很感恩这样子。就是按勇给通力，这样会一车向前。对。然后除了雪球饼干，其实你们一开始最一开始出来的商品叫做雪 Q 饼，对，芝麻口味的雪 Q 饼。对，那雪 Q 饼，因为刚才有说到义卖这件事情嘛，那因为当时是素人，然后就是我老婆她就是想，平常都很喜欢做烘焙嘛，那所以她那时候就想说，那我上网找一个比较好准备的一个甜点，然后就找雪 Q 饼。对，所以雪 Q 饼是我们最早2017的时候第一个品项。对，那芝麻的比较特别，是我们因为他是屏东人，所以我们用屏东义乡的芝麻粉。好香哦！我才刚要讲，就是颜色豆按勇跟雪 Q 饼，其实比较少芝麻口味的。对。然后你要有个芝麻口味的芝麻味道超重，我想说是加了什么芝麻酱在里面，没有就是上面那个芝麻芝麻，然后跟芝麻粉。对，然后里面还有那个核桃，就是。对核桃，所以它跟饼干会有2种口感，因为核桃的口感跟饼干口感不一样。对，但是要细细品尝，应该就吃得出来这样子。鼓手，你看从后上瘾按种冲呀，一开始可能是有点误打误撞。对。然后后来真的成立了一个品牌，让他懂得给上网向有一个一点点的按用给目标去前进。
真有本家的鼓励，其實家的還有含較多嘅故事同內容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同大家來分享。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半吊子廚房叫做做嘅點心，包含我家下食到嘅雪球餅乾，有凍鐵片咧，含卵口味、海鹽焦糖口味、花生口味，韓國有這個雪 Q 餅，然後係芝麻味非常香嘅雪 Q 餅哦。啊，唔單止有按用細細小點心之外，其實也都還有做呀棒蛋糕，這樣子的棒蛋糕是。感覺就是可以送禮的，對不對？對，很漂亮，就是這樣一條。它這個就是棒蛋糕，它其實算是一個重奶油的蛋糕。那它糖蛋，奶油糖跟蛋近乎就是1比1比1的比例下去打發。對。那之後這是加麵粉跟，就是我們都是用新鮮現榨的檸檬汁啦。對，因為它。其實棒蛋糕它就是它可以在常溫放比較久的時間。對，沒錯，因為我們就是想說，就是推出常溫的甜點，這樣人家比較好送禮，也比較好保存。很重要。對，但是冇大白就會冷藏。那有常時冇講那一片都那一片啊，新竹都台北，有可能2點鐘車程就過去了。那個有奶油，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保存。如果沒有保冰袋，又會捏甜給發。對，它又很容易變質，這樣子。對，但是它因為是常溫的蛋糕，所以我們就是做了這個甜點這樣子。那因為我們剛才前面有說到，我們很喜歡鹹蛋，所以我們也有一個鹹蛋的棒蛋糕。真的哦？對，好好奇哦。它比較可惜的是說，它剛烤完出來的時候，那時候吃真的很好吃。可是因為沒有店面，所以人家來都一定是放涼好包裝，然後再帶走。所以我們就想說，那有一天有店面的話，我們就可以直接現烤。對，那個現場吃到，我們到現在，即便到現在都還是覺得那個東西是很好吃的。哇！對，跟我根本連咩冇顏色到。有機會啊，有機會。對，下禮拜有機會就會食到。啊，唔過我相信同到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讀到呀棒蛋糕、買豆腐卡。大概我開始就想過，怎麼會這麼硬？對，因為就是如果我們會建議客人說，如果說他沒有那麼快吃完，因為雖然它常溫保存，但我們還是建議說4天要吃完。對，那所以他如果放冷藏的話，那我們就是會跟他說要怎麼樣食用，因為它放冷藏的話，它就會開始變硬，因為裡面有奶油嘛。那對，所以我們就會建議他說有2個方式。那我插個嘴，因為現在是劃重點時間，有沒有？要就會給每一個福喜1米路去同大家來分享棒蛋糕的加熱方法。像阿生來同大家來了解一下。就是如果說他今天放冷藏的話，我們會2個方法，一個是他放在室溫退冰半小時吃，這樣子 OK。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我們會請他用烤箱預熱180度，大概10分鐘左右的溫度就可以，然後烤個6到8分鐘。拿出來就幾乎是就是剛出爐的那種，剛出爐的那個味道。對。而且其實剛烤好、剛出爐的棒蛋糕，加跟 no boy 會有一些些的稍微有點酥脆的口感。對。因為會有油嘛，油凍到痛凍到，所以會有一點酥脆的口感，跟按用色狼體嘅黑毛 Q 用嘅口感哦。對，會不一樣這樣子。所以期待之後，加到開店嘅以後，也可以去店裡面直接享用嘛。對。在還沒開店以前，大家就先在自己家裡用烤箱加熱一下哈。對，冇唔錯。古時候你看到樣棒蛋糕，每同大家來分享棒蛋糕按用版來介紹，其實條嘅店面還唔單槍按呢，做出來按講嘅要的禮盒啊，按講嘅這些點心啊，其實也有客製化。唐控還有藝人跟你們買禮盒，客製化禮盒。對，因為那個藝人他是在，因為我們有一段時間我們想要推廣我們的甜點，然後剛好有一個美甲店的老闆娘，她就是問說啊，因為我想要做出不一樣，那問說我們可不可以
把我们的商品放在他那边寄卖，那就是我们提供试吃包给他，然后他可以给他的客人来做美甲，然后又可以吃甜点这样子。好特别的跨界。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一个艺人朋友，他用他自己的 IG 私讯我们，对，然后就是他说他吃到很喜欢，然后就是跟我们订购一次，然后因为他就是可能要给他先生还有其他亲朋好友吃看，对，那吃完之后呢，他就说他就是给我们一个预算，那我们就是问他说，那你想要放什么？我们帮他做一个客制化礼盒，然后他就是要给就是他。那一年有配合过的厂商啊，然后就会过年过节会送的电炉，对，好棒哦！所以就是都是蛮特别的，因为我们那时候第2年，然后那个宅配它都是一些专柜美妆品牌，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哇，就是很特别的一个感觉这样子，对，然后送出去之后。他也有跟我们就是一些回馈，然后就说人家很喜欢还是什么这样之类，我觉得算是一个蛮大的鼓舞啦。真的，一定会喜欢的。按 TPA 给你系统口感，对，然后而且还做这样子的客制化，其实有东西后色，但是不见得可以让你做这样子的客制化的礼盒。对，然后客制化礼盒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就是有一个客人，就是他说他想要做喜饼，那因为我们也是说好没关系，你就先试吃，我们会把一些热销的品项做成组合包，然后请他试吃这样子，然后他吃完之后他是说我要订，然后但是他想要环保。所以我们就是左思右想这样子，然后最后我们定案就是用便当盒，就是铁盒的便当盒，好酷哦！对，然后那时候做完之后，我们也觉得哇，就是很特别，喜饼用便当盒做，对，然后他就后来就是他那一天就是拿回去之后，他后来就跟我们分享说。一开始我妈看到的时候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就是怎么都一堆便当盒，然后她就妈妈想说你有没有缝色？对，要按 C 哈。对，又小盒，然后为什么是这样？然后后来就是她有跟她解释她的用意，就是她想要环保，就再利用，而且上面也有贴 logo 贴，就是蛮漂亮。对，然后后来就是她说大家收到都很惊讶，就是想说哇。很特别，对，然后新人最追求这件事，对，然后后面他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这个点子很不错，甚至我妹说她之后结婚她也要用这个，要做点脆脆的固体的呀，因为你们已经有一个范本了嘛，对不对？对。所以客制化礼盒还不止这样，而且还同样沙菲工业有相关，还跟这个儿福一起来合作推出礼盒。对，儿福的话呢，是因为我们在全职经营那一年，然后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很早就退休，我上大学大概10几年前就退休了，然后她退休之后，她就是找到人生第2春，就是当保姆。那辞职那时候是2019，所以她也当了大概10年左右的保姆了。那时候就是有社会局社福人员就是接洽，就问他说愿不愿意当中继家庭。对，那就是刚好跟我们创业那一年是同一年。对，所以我们家就是变成中继家庭。他平常会有带一些日托的小朋友，也有带儿福的小朋友。对，所以就是他们就是一起生活，就是在我们家生活这样。那不同的是，日托的小朋友他晚上爸妈会接回去，那儿福的小朋友就是跟我们就是住在一起，就等于说像我们的变不开你那感觉，对，变我们的家人。对，那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朋友是他，来我们这边的时候才1岁半，然后他完全不会站、不会走、不会讲话，什么都不会，然后只会就是叫，就是很生气的时候用叫的，然后就是我们那时候觉得说哇怎么会这样子，然后社工有说医生判定他是生长迟缓，所以是迟缓儿这样子。对，那我们花了大概2年的时间，因为定期要带他回去医院，很久。对，我们就是定期带他回医院追踪生长指数。那其实我们在带半年的时候就有发现他好像不是迟缓儿，就是渐渐的生长指数，我们讲什么他其实听得懂，而且他模仿学习能力很强，因为有跟其他小朋友。那后来2年之后他就其实就变成正常的小孩，
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他前面1年半其实是被耽误的，他其实是正常的小孩，对，只是因为前面被疏于照顾，然后甚至是原生家庭不生下来不想带，就是把他丢到孤儿院，对，所以我们就是觉得说哇，就是很舍不得他，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在社工的努力媒合之下，就是失败了很多次。说实在的，社工也很辛苦。然后后面我们想说，还是我跟我老婆要收养他。但是我们这样想过后没多久，就媒合成功。然后他就成功的就是送养出去。对，然后我们也看到他现在其实就是也都过得很开心。他就是一个正常的小朋友。然后就在你们创业的这一段时间，对，这个孩子也在跟你们家在一起，对，胸部扛引胸用。对，然后就是他要走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舍不得，但是又觉得说他给我们一些启发，所以我们想说，我们每年都是要找一个时间做一个儿福公益礼盒，然后同时推广就是儿福他们的业务内容，然后也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有很多这类的小朋友是需要社会去关心的，就是想要把这个议题用自身的故事分享，然后让大家知道说有这类的小朋友需要帮忙这样子。冇错，故说我知道我要同感同有按用嘅一个后生嘅两公婆愿意为到也条声音嚟来做按用嘅事情，故说好分享大家大力的搜寻这个半吊子厨房吼，脸书应该就找得到了吧，对不对？脸书就都在请到家的，然后同时也可以期待他们的店面夹开门哦。今日谢谢阿生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谢谢。每什么天司机头前观众朋友嘅舒康休息一下，等下來做運動哦。好看福起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簽站，行過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